水不够了。师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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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醒醒！师傅偏偏这个时候入定，这个就是佛门所说的结束。在劫难逃，今天我徐长生便要挑战结束。既然冷眼罩还剩下一点破绽，我便把破绽堵住。不能把便宜师傅丢在这儿。可是佛节水不够了，现在下山打水肯定来不及，只能……不知道我的血够不够用。师父，希望佛祖保佑，我们今晚能够共度难关。阿弥陀佛。本座最忠实的奴仆们，去把蓝惹丝掀了，把和尚、小和尚全给本座抓回来！来了。还是把这和系统有关的扫把也一并带上。今晚我就一夫当关，万魔莫开。这场结束的关键在我，只要我顶住了，结束过了，我和师父能活；顶不住，恐怕都要死。阿弥陀佛，就让我超度你们！就这么轻易的被我杀死了？这小和尚不是没修为吗？竟然有陈境初期的实力，秒杀咱们这些低级士兵轻而易举啊！回去，咱们死得刚惨，被这小和尚超度也比被主人控制的好。恭喜宿主击杀低级鬼魄士兵，获得修炼值3。杀死了鬼魄士兵，还能获得修炼值，简直像是杀怪报经验啊！恭喜宿主击杀低级鬼魄士兵，获得修炼值。来吧，让贫僧超度你们！阿弥陀佛！没佛力了吧？成言咒也不过如此，能让你一个没有修为的俗家弟子撑到这个时候，不过是一些低级鬼魄士兵而已。本座手下可远不止这些。中级，还有高级，果真结束，再劫难逃吗？恭喜宿主成功累计获得200点修炼值，请问是否提升修为？系统，还得是你啊！把修炼值都用于提升修为。恭喜宿主提升修为成功，消耗200点修炼值。恭喜宿主达到陈境中期。有系统不断补充佛力，还有修炼值提升，来再多小兵我也不怕。死妖怪，你来再多，贫僧也能把你给超度了。都3天3夜了，那个破和尚都不会累的吗？他的佛力就没有尽头吗？灵彩城，你出血！主人，你们给我去蓝惹寺勾引那个小和尚，务必把他给我带回来！主人，
那小和尚杀了咱们多少部下了？就凭我和姐姐，恐怕……怕什么？我早就感知到，那个小和尚根本就没有慧根，无法修炼，能解决我的部下。想必是那个老秃驴还留着什么宝贝。若是那老和尚真有宝贝，咱们恐怕也难以对付。那个老秃驴早就命不久矣，用一直跟着他的法杖伤我，早就是黔驴技穷了。要不然，也不会让那个没有慧根的下山拦我。可是主人，那老秃驴之前是要降服于您，您要杀他无可厚非。可是那小和尚，他跟您无冤无仇呀。聂初雪，你在跟我讲仇怨？我们可是妖，还要讲什么道德？你们可别忘了，你跟你姐姐的命捏在谁的手里？那个小和尚可是万里挑一的炉鼎体质，有了他，我的法力肯定能更上一层楼。主人，是小雪不懂事，我和他立刻前往兰惹寺，必定把那小和尚活捉回来。恭喜宿主击杀多等级冤魂煞，累计获得修炼值3000。才3000，可惜了，这阴山老鬼也不行，居然就收手了。玄公，玄公，你挡住了，你真的挡住了。如此多的魂魄，你居然一个人挡住了，你是怎么做到的？我也不知道，好像超度他们，我的修为也有提升。阿弥陀佛，你的成就不可限量，将来肯定是佛门大能啊！如今正道衰弱，魔道复苏，此消彼长，浩劫将至，难道玄空他是应劫之人？师傅，你说这阴山老鬼会不会来第二波？这一次我都没见到他人呢。他的本体被老衲的紫溪玄杖贯穿，受了大伤。我有灵感，他本想一鼓作气除掉老衲，没成想被你挡住，破了4劫。现在的阴山老鬼元气大损，伤上加伤，无力再进攻我们了。那就该趁他病要他命。师傅，我们不如乘胜追击，反制阴山老鬼一把，把他灭了，将他伏法。你倒是果断，可是不行。这个阴山老鬼生性多疑，虽然他受了大伤，可是他肯定有保命之法。再者，万人坑是他的地盘，占据天时地利人和，对我们不利。最重要的一点是，师傅，你的伤还没好吗？好与不好已经没关系了。不出1年，老衲就会左化元气了。你放心，在这1年里，老衲会想尽办法送你下山。师傅，你的伤势这么严重吗？与阴山老鬼一战，伤及根本，已经无法痊愈了。阴山老鬼恐怕也不知道，我这个又臭又硬的老和尚也不到1年的活头了。师傅，和便宜师傅一起生活，虽然没有满1年，但是感情是真的。穿越到这个世界，他已经是我最亲近的人，结果他现在说他马上要死了。傻孩子，你是个俗家弟子便罢了，可谓是深入佛门，早已看明白，我们不过是轮回的一环罢了。师傅，我不信来世，只争朝夕。只争朝夕，只争朝夕好啊！你今日做好准备，等为师法力恢复，便送你下山。
还俗。不，我不下山。你之前要闹着下山，现在不下了。之前是我不知道山下危险，而且我也是打算下山，有了成就奉养您。如今也没有必要了。等为师圆寂了，可就没人能保护你了。哪怕还俗，为师也会把你送到我的师兄师弟那儿啊！你放心，度过此劫，你的未来不可限量啊！不，师父，这次换我保护您。我去打水，寺里的水缸空了。玄空，忙着解决阴山老鬼，都没来得及扫地。今天可不能忘了。还好师父不在。系统，缺了3天奖励，今天你可得给我好东西啊！恭喜宿主打扫完毕，获得法海纹身大威天龙。什么？法海身上的大威天龙？上辈子看电影就眼馋法海身上这一招，现在居然到我身上了！哎呀，大威天龙广德菩萨降下佛迹了！阿弥陀佛呀！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怎么如此失态啊？没有。刚才师父入禅念经，心中明台镜，已闹出一条大威天龙降临。我以为是大威天龙广德菩萨降临，有所失态，罪过。阿弥陀佛。原来我背上的纹身加持是来自大威天龙广德菩萨。有了广德菩萨加持，不知道能不能干掉那个阴山老鬼。宿主若想激发大威天龙纹身的威力，还需要配合地藏世尊咒。这还不简单？大威天龙世尊地藏，般若波罗轰！没反应？难道需要脱掉衣服，露出大威天龙的纹身？对，一定是这样。你小子在嘟嘟囔囔什么呢？还脱衣服？宿主，完整的地藏世尊咒乃是咒语与法印的结合，并非只有咒文。我去，也就是得学会地藏世尊咒。师父，你可会地藏世尊咒？地藏世尊咒，这是大因果寺的佛门绝学，为师自然不会了。不过你不要担心，这大悬空寺啊，与大因果寺并列佛门3大祖庭，同样有大乘佛法，不比大因果寺差呀。我要的是大乘佛法啊！我要的是大威天龙。算了，说不定哪天扫地，系统就会奖励我地藏世尊咒。师父，你快去休息吧，我去打水了。好，不过悬空，你乃俗家弟子，6根未净，小心山下的女鬼啊！师父，在你眼里我就是这么没有定力的吗？再说了，我来山里这么久了，哪见过什么漂亮女鬼？你也太小瞧我了。哼，以前是没有，但是我觉得之后会有的。千山鸟飞绝，万界人踪灭的阴山里面，怎会有哭声？还是女子的哭声？师父刚说小心女鬼，女鬼这就自己找上门来了。既然撞到贫僧，
那就让我会会你们。还真是女鬼。姑娘，你这是怎么了？我好疼。小和尚，对不住了。等你死后，我聂初雪会给你烧纸的。聂初雪，这名字我怎么做片场啊？什么片场不片场的？你别跟我胡说八道！今天你必须跟我走。怎么？你费尽心机找我，就是为了舔我一口？怎么？我的魅惑不起作用？难道你身上还有老秃驴给你的法器？姐姐，到你了！小和尚，哪怕你有法器，能抵挡小雪的诱惑，但在我手上，你一个没有修为的废物是逃不了的。谁说我要逃了？阿弥陀佛，万字佛印，接！小和尚，你不是俗家弟子，是个没有慧根的废物吗？怎么能解开我的姹紫嫣红丝，还能反过来捆住我？不对，你是沉静中期，要杀要剐，随便你。不，姐姐，我们好不容易从阴山老鬼那逃出来，没有被他吃了，咱不能就这么死了呀！阴山老鬼，你们是阴山老鬼的手下？对，我们是阴山老鬼派来把你抓回去的，所以你要杀便杀。不，大师别杀我姐姐！你们出家人不是慈悲为怀吗？我们都是被阴山老鬼逼迫的，我们从来没有做过坏事，造过杀孽啊！果真？千真万确，只要你能饶了我们姐妹，我们姐妹愿追随你。我虽然是俗家弟子，可毕竟还是个和尚呢，说了这两姐妹不妥吧？不过她们既然是阴山老鬼的手下，说不定能帮我做内应。多谢大师不杀之恩。影刹到！糟了，阴山老鬼还派了其他人来。影刹生前就是个顶级大高手，死后肉身尸化，化成尸妖，成为阴山数一数二的大妖魔。一个沉静中期根本打不过他，你快走啊！来不及了，我只能短暂模糊你的存在，你千万不要出声。彩成、聂初雪，你们抓到小和尚了？小女彩成拜见影刹大人。那小和尚未曾下山，我们还在找机会。果然是废物！小和尚的事情你们不必再跟了。血刹大人敢知道慧明的老秃驴不过1年寿数，等他死了，小和尚没了庇护，拿下他轻轻松松。是，那不知影刹大人前来所谓何事？血刹大人出事，阴山老鬼要你们于明年3月3日上巳节嫁给血刹大人，不得违抗。嫁人？我不要嫁人！怎么，你有疑义？我们不敢。你们要记住，你们是在阴山老鬼的庇护下才能在阴山活下来，否则早被其他阴鬼、厉鬼给吞噬了。能嫁给血刹大人，是你们的福气。小女谨记在心，记住就好。距离明年3月3日上巳节还有一段时间，你们去准备一下嫁衣，等待命令即可。这血刹是谁？
听那个什么影刹的意思，比阴山老鬼还要厉害。血刹就是造成万人坑的罪魁祸首，以无数人命、无数尸骸炼成，被各大佛手、宗门所伤，暂时封印。没想到他竟然突破封印了，这世间不知又有多少无辜生命逝去了。这女鬼竟然还有一颗悲天悯人的心，看来他们说的未曾造过杀孽，看来是真的。不说这个了，阴山老鬼暂时不追杀你，你赶紧离开阴山。血刹出事，你只会更加危险。哎，这就走了？不是说追随我吗？就这么追随？算了，先回寺里。血刹和这两姐妹结婚，阴山老鬼肯定也会来的，说不定这是我的机会。师傅，徒儿，你这打水的时间有点长啊。师傅，我遇到鬼了，你没骗我，山里真的有漂亮的女鬼。我的灵感果然没错。这女鬼嘛，当然漂亮，不漂亮怎么会蛊惑人心、伤人性命呢？不过你要知道，他们已经死了，展现在你面前的只是幻象而已，真相只是一具具的粉红骷髅。你以后要是还俗娶妻，还是老老实实娶个普通姑娘吧。切，人是视觉动物，普通姑娘可没那两个姐妹漂亮。怎么还不服气？赶紧把水倒到水缸里去。好嘞，师傅。师傅，别气了，戒贪、戒嗔、戒吃。我这徒儿虽然是俗家弟子，但我总感觉他身上有佛光的影子。师傅，还有一件事儿，我差点忘了跟你说。你说，之前我说遇到女鬼，是阴山老鬼派来抓我的，被我解决了。但我听说血刹降世，这个血刹好像比阴山老鬼还要厉害。那两个女鬼要在明年的3月3上巳节嫁给血刹，阴山老鬼也会来。什么？哎，师傅，你急匆匆要跑去哪儿？血刹降世将会生灵涂炭，为师本想着在圆寂之际自爆舍利，与阴山老鬼同归于尽，没想到除掉了阴山老鬼，还有一个更厉害的血刹呀！如今世道七国争霸，战乱不断，魔道兴起，正道衰弱呀，妖魔是除不尽了。算了，我镇守阴山。玄空，你下山去吧，手持老衲信物去大悬空寺找同门援助。不要，不要！为什么？师傅，你当我傻啊？你是想把我支走，然后在明年的3月3上巳节，血刹大婚娶亲之时，自爆舍利子，将阴山的妖魔一网打尽。你怎么会这么觉得？我知道，大悬空寺距离阴山路途极为遥远，根本不在燕国境内。以我的脚力去请救兵，一个来回恐怕已经过了3月3上巳节，所以我不下山。侄儿啊，何必与为师一起去送死呢？我自爆舍利也不一定能解决血刹呀。你去通风报信是必须的，只有结合了佛门3大祖庭的力量，才能解决血刹呀。那以师傅的说法，你自己去，也是去送死啊？反正为师寿元已尽，即使不自爆舍利，1年之内也会圆寂的呀。你年纪轻轻，有自己的造化和前途啊！下山去吧，再不听话，为师便没你这个徒弟。距离明年3月3上巳节还有上百天，我每天扫地可以获得系统的奖励，上百日之后，何愁灭不掉血刹和阴山老鬼？臭小子，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你臭小子，站住！
你给我站住！臭小子，你疯了！为师何德何能给你立庙啊？你这不是折我手吗？赶紧给我开回来！师傅，你镇守阴山这么多年，虽无人知晓，但功劳不可埋没。这蓝神门的寺庙没有供奉任何一座神像，连牌匾都是坏的，显然就是断了香火的巫佛寺庙。我改寺庙名字，等到师傅圆寂之后，供奉你，给你上香。臭小子，你咒我！师傅，你别说这个了，明日便是3月3上巳节了，时间过得这么快，为师再最后问你一遍，你真不下山？不，师傅，你相信我，我一定没问题。我手底下还有聂初雪和彩城呢，等下我去找他们问一下冥婚的细节，然后我们好做准备。你确定那2个女鬼没有问题？别最后把我们师徒2人给坑了。师傅还请放心，一来我用泛心法眼查了他们的业障，2个女鬼业障极少，没有做过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二来呢，聂初雪和彩城他们也不愿意嫁给薛刹，是阴山老鬼压迫他们的。三来，徒儿还让他们立下心誓，若是有违背誓言，五雷轰顶，天打雷劈。那就好。雷乃至刚至阳之力，是所有邪祟妖魔的克星。身为女鬼，能发出五雷轰顶的毒誓，确实可以值得信任。不过徒儿，其实你没有必要冒这个风险的。消灭阴山老鬼和血叉尸妖的事就交给老衲，你下山去吧。佛曰：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师父，我从来不给你念佛经说佛理，因为我要行佛之事。况且我很珍惜我这条小命，不会做送死的事情。阿弥陀佛，老衲迟长你几岁，多读佛名经典，甚至有幸见验大玄空寺的大乘佛法，更是你的师父，却不如你。师父，你夸的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哎，我先下山去看看，找聂初雪和彩城他们商量一下对策。去吧去吧，为师等你回来。玄空徒儿，为师寿元已尽，快要撑不住了。明天就让我这个老和尚发挥一下最后的余热吧。阿弥陀佛。法眼观察，究竟诸道，慧眼见真，能渡彼岸，智能照法，泛心法眼，开！之前系统给的奖励，泛心法眼真好用。有了这个，每次来2姐妹家里，我再也不用担心被阴山老鬼他们埋伏。确认安全，可以进。是我。你怎么鬼鬼祟祟的，不走正门，爬什么窗户？你们大婚在即，小心为妙，我怕露出马脚。小和尚放心吧，今天那边不会再过来人了。鬼裁缝已经派人把嫁衣什么的送过来了，你看，我试穿了一下。这嫁衣还挺好看的，我还是头一回穿呢。只不过已经是死后，而且嫁的还不是喜欢的人。小和尚，你觉得我好看吗？好看，难怪薛叉一个恶鬼都动了凡心，如此美人，目都看了也开窍。真的吗？我就知道我魅力不减。再美丽也不过是红粉骷髅，罪过罪过。他若是人，我怕是忍不住想要娶她回家了。油嘴滑舌的小和尚，出家人一点都不老实。我是俗家弟子，哪有不老实？
不过彩成，你的嫁衣呢？我为什么要穿给你看？贫僧寻思着也没让你穿给我看。莫非在你心中有想要穿给我看的想法？你这般油嘴滑舌、花言巧语，难道没有破戒？佛祖不会怪罪你？我是俗家弟子，迟早是要还俗的。现在不过是提前演练一下。这小子还想着还俗，那是不是我和他？想什么呢？我一个女鬼，哪怕他还俗，我也配不上他。行了，不说这个，我和师父已经做好准备，今天下山，就是想向你们了解一下冥婚的时间，以及具体的计划。冥婚是明晚亥时，迎亲队伍从我们这里出发，差不多得歇半个时辰，然后抬轿子和陪嫁品前往血岔和阴山老鬼所在的万人坑山谷。徐大师，我宁愿魂飞魄散，也不想嫁给那个血岔。求求你，你一定要帮我解决他吗？别为难小和尚，他一个沉静中期，别说血岔，就连阴山老鬼都打不过。小和尚，我不是在逼你，我只是……哎呀，我实在放心吧，是……我和师父会救你们脱离苦海，而且我们会灭尽黑山的妖魔鬼怪，会还阴山百姓一个安宁。是否成功，就看明天了。这么多天过去，扫地获得的系统奖励也不少，除去西藏、和尚四宝，我基本上全激活了，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恭喜宿主获得地藏师尊咒。是地藏师尊咒，没想到居然获得了地藏师尊咒。有了地藏师尊咒，打败阴山老鬼的把握又大了几分。系统打开属性面板。姓名徐长生，法号玄空，寿元300年，资质繁体，修为净台境后期，功法易筋经6层，副本阴山。玄空，我们下山去吧，去找2位女鬼。啊哈哈，女施主。师傅，佛要金装，人要衣装，说的果然没错。怎解？简单来说，师傅，你变帅了。难道为师平时不帅吗？帅！哎，师傅，那你等我一下，我也去换件衣服。阿弥陀佛，玄空徒儿，你倒是长了一副好皮囊啊！你若是一个花和尚，得有多少女施主为你魂牵梦绕啊！师傅，你就别拐弯抹角，夸我长得帅了。一副皮囊而已，特色。是我。这个小和尚，怎么这次不翻窗户，改走正门了？姐姐，徐长生带了山里的老和尚来，当然不用翻窗户啦。好重的力气，果然是女鬼住的地方。师傅，我们是来跟他们合作，一同灭掉阴山老鬼和血诈的。聂初雪，彩成，见过过圣圣僧。 2位施主有礼了。2位圣僧，这便是我们用来装陪嫁的箱子，你们躲在里面即可。为了防止5大仙的鼻子闻到活人的气息，所以在箱子里面
事先涂了黑狗血。姐姐想的真是周到，黑狗血可以驱邪。谁是你姐姐了？少油嘴滑舌。跟一个女鬼称兄道弟的，成何体统？回头灭了阴山老鬼，血叉石妖之后，再找玄空算账。好了好了，时辰不早了，防止武大仙和迎新队伍早到。委屈小和尚和圣僧进小箱子躲藏。为降妖除魔，这点委屈不算什么。师傅，我可把棺盖……嘿，箱盖关上了。劳烦两位姐姐帮我把箱盖关上。小和尚，你若是死了，一定要变成鬼，这样我们就可以在一起，只羡鸳鸯不羡仙。阿弥陀佛，贫僧法号悬空，字长生，注定命格硬，没那么容易死。无趣。姐姐，你还说是我动了凡心，我看是你动了凡心吧。我方才不过开玩笑的，谁要跟一个小和尚双宿双飞？再说，妹妹，你觉得我们和小和尚、老和尚联手有几分胜算？正面战斗的话，肯定一成胜算都没有。毕竟除了阴山老鬼，还有血叉，还有阴山的满山妖魔鬼怪。但如果偷袭，我们姐妹里应外合，胜算肯定有4、5成。4、5成吗？妹妹，如果失败了，姐姐我就算拼得魂飞魄散，也要让你脱离苦海，不能落入阴山老鬼或者血叉手上。姐姐，休要胡说，我们一定会战胜阴山老鬼和血叉尸妖的。但愿吧。良辰吉时已到，请两位新娘上轿。把我们的行李和陪嫁一起带上。好嘞，两位新娘子。好臭啊！这里面是什么呀？黄大仙，箱子里面是姑娘家的东西，你敢看？这箱子里面是什么东西啊？为何有股如此刺鼻、令人恶心的气味？那是我和姐姐的私人物品，你要不怕血叉大人以及阴山老鬼怪罪，你尽管可以打开箱子。我还是不看了吧。快，把两位新娘子的行李和陪嫁品抬起来。起轿。血叉大人，听起两位将消息。新娘到。两位新娘子已经到地方了，还请出来吧。两位新娘子，我们的任务到这里已经结束了，属下们先告退了。姐姐，妹妹放心，会没事的。我的美娇妻们，从今天开始，你们跟了本座，是你们2人的福气。等本座杀了山顶古寺中的那2个臭和尚，一统阴山，到时
再将阴山周边所有的生灵统统拿来血祭，助长本座的修为。本座的修为就能高达3000年。试问小小的燕国，谁还是本座的对手？痴人说梦。雪茶，你就不怕山顶的小和尚和老和尚一起下山来对付你？一个老秃驴加一个小秃驴，就凭他们也敢？本座即便借给他们10个雄心豹子胆，他们也不敢下山来杀本座。薛畅，你真的确定吗？哼，当然确定。那老秃驴已经被本座打出心理阴影了，根本不敢下山。至于那小秃驴，尚未成气候，连个屁都不算。今日是我们的大婚之日，我看谁敢来搅和？妖孽！今天伯爷一个屁就能崩死你！你便是山顶古刹的那个小秃驴？阿弥陀佛，你才秃驴，你全家都是秃驴！十八罗汉拳，你受死！佛法无边，大慈大悲掌！还藏着一个老和尚，阴山老鬼，看本座今日如何灭佛！妹妹，我们一起出手。好的，姐姐。两头秃驴！是活人！杀呀！把他的阳气都吸干！我要吃他的血肉！你们都别跟我抢！不过那个老和尚看着胖嘟嘟的，我要那个年轻又帅气的小和尚。真当我是香饽饽，任由你们宰割？四通暴雨，贫僧镇压！魔神舍利佛光普照！老秃驴，你疯了吗？真以为不出舍利，本尊就怕了？今日偏要出佛成魔！来！小秃驴，受死吧！本座今日势必要杀了你！吸干你的佛血！给本座死吧！来，驱魔！好恐怖的实力！难道这就是阴山老鬼的力量？现在能做的只有相信小和尚，还有老和尚。我们专心解决掉火大仙、灰大仙、白大仙他们。走。就算是老衲面对万海巨魔也没有十足的把握，更何况一个小沙弥。悬空腿撑住，等为师度化了血叉石妖，后来救你。无名
鬼爪！大胆妖魔，雕虫小技也敢班门弄斧！妖孽，还不快快伏法！大胆竟敢反抗！诛邪镇压！阴山老鬼，给我灭！不可能，这个小和尚怎会有如此高深的佛法和境界？哪里跑！哪里走？恭喜宿主击杀阴山老鬼，获得修炼值12000；击杀其他妖兽，累计获得4000点的修炼值。小和尚，你身上佛味太盛，对我们伤害太大，能不能稍微收敛一下？回天龙，收法归来。徒儿，师傅，师傅，为师知道你佛缘深厚，另有机缘。如今拥有这般造化，为师也欣慰了。师傅，你不要说话。没用的徒儿，为师寿元已尽，老衲有一事相求。师傅，日后你若到了大玄空寺，把老衲的舍利子送到大玄空寺里。另外，杀死老衲师父的魔头，乃是天魔宗的少宗主。日后你若有了金身境的修为，便多杀几个天魔宗的魔头吧。阿弥陀佛。师傅，小和尚，让小和尚自己冷静冷静吧。师傅，我们到了，我们回家了。师傅，我会把慧明寺修好，让慧明寺香火旺盛起来。还是得结个善缘，以便修葺慧明寺，让慧明寺香火鼎盛起来。整个小镇妖气萦绕，不想师父镇住了黑山，仍有不属于黑山的其他妖怪。天干物燥，小心火烛。施主，你可知道李员外住所？员外家，圣僧，你要找李员外啊？他住在东边啊，你从主路找回去。东边最气派的宅邸就是李员外的家了。圣僧，我劝你晚上早点找一个客栈住下。听说镇上晚上有妖怪出来吃人呢。阿弥陀佛，施主，贫僧便是来捉妖的。看你长得文文静静，细皮嫩肉，
你去捉妖，不是给妖魔鬼怪送上香饽饽吗？贫僧向来以德服人，讲不通的才打。哎，天干物燥，小心火烛。谁呀？阿弥陀佛，贫僧是来化缘，不知可否通报一声？圣僧稍等片刻，我立刻就去。这怎么办呢？老爷，外面来了一个圣僧，想要化缘。化缘？哎呀，给他些米饭斋菜，打发走就是了。老爷，那和尚看起来不简单啊，气宇不凡，像是位圣僧呢。圣僧？哪来这么多圣僧？带我去瞧一瞧。这位就是圣僧了。哦，让圣僧久等了。圣僧是想化斋饭还是香油钱？香油钱。白银10两可够。黄金100两，我要员外出资，在阴山修葺惠明寺，为一位圣僧塑造金身，并且香火不断。快走快走！哪儿来的疯和尚，在这大放厥词，狮子大开口啊！来人，把这和尚赶走！施主不必动怒，阴山上的妖魔鬼怪，贫僧早已超度干净。贫僧并不是平白无故收你这么多，贫僧是来化缘，想与你结一段善缘。你若愿意，贫僧便可化解你府上的难处。还不走啊？阿福，赶他走！李员外，若要找贫僧，可派人到客栈来。老爷，方才的圣僧，万一真有大能耐呢？家丑不可外扬。再者，枯玄道长已为我儿想了法子，何必再找其他人？要是让枯玄道长知道了，恐怕引起他的不悦。咱们还是不要节外生枝的好。走。有妖怪！睁眼看看，是人是鬼？原来是个和尚。天字号房还剩一间，1两银子要住吗？房要。再上2碟酱牛肉，1坛女儿红，加2碟小菜。和尚还吃酒肉，不怕破戒遭天谴？我看你就是装和尚骗酒的穷酸，没钱别打旧主意。阴山上的妖都被我超度了，这妖纸算不算得上我住宿加酒肉的底气？快，原来是真有本事的酒肉和尚，小的有眼无珠，这就给您备最好的肉，最烈的酒，马上就来。俗家弟子心佛即佛，不必执着清规。是，您这等非凡人物，哪是寻常和尚能比的？客官朋友，有吩咐喊我。这是慧明老和尚的舍利子，以师父的功德与佛法，定是前往西天极乐世界了。他圆寂时候尚且没有遗憾，我又何必独自悲伤呢？
恭喜宿主领悟大自在佛意，修为境界突破舍利境，凝聚大自在舍利子。恭喜宿主领悟大自在佛意，获得奖励是自在王佛印。舍利境，我到舍利境。是自在王佛，过去佛之一，乃是阿弥陀佛的师父，想必是自在王佛印也是相当了不得的吧。是自在王佛印果然玄奇，得世间大自在，碧落黄泉均可具得。不过神魂分离，肉体还需要好好保护，免得被一些妖魔鬼怪有机可乘便不好了。比如你这妖孽，还不现形！哼！区化灵，也敢伤人性命，找死！不过百年道行，妄想在贫僧手下逃走，还不快快伏法！圣僧饶命！圣僧饶命！小妖修道不易，还请圣僧看在佛祖的面子上，饶恕小妖吧。好你个妖孽，当真狂妄！佛祖怎会给你面子？况且贫僧法眼一眼便看穿了你，罪孽深重。哼，今日我以是自在王佛印辅佐，来一把画中斩妖灵。这就是画中世界，果然世间大自在，哪里皆可去得。若是佛法登峰造极，我估计以是自在王佛印，可以达到穿越时间的伟力。赵和尚，你若放我一马，本可相安无事。可是你偏偏要死追不舍，甚至狂妄追进了画中世界。我这就让你知道，画中世界有我主宰。妖孽，雕虫小技也敢班门弄斧！今日我便让你瞧一瞧，何为猛虎！还不明白你我之间实力的差距吗？我怎会让你逃走，继续害人？圣僧、佛祖，饶恕我吧！我以后绝对再也不敢害人了。听你妖言惑众，还不如相信母猪会上树。哪怕你此话当真，你从前犯下的业障，岂会轻易一笔勾销？给我灭！恭喜宿主击杀化灵，获得修炼值200。对了，我方才的修炼值达到了舍利境，岂不是说明副本换了，满级的上限提升了？系统，打开属性面板。姓名徐长生，法号玄空，资质繁体，修为舍利境初期，功法易筋经6层。系统，把24200点全部加在修为上。恭喜宿主从舍利境初期提升为舍利境中期。舍利境中期，距离师父的境界又近了一步。圣僧，我想要赔偿下这幅猛虎下山图。画中的猛虎怎么没了？圣僧放心，这幅画也值不了多少钱。那这幅呢？这月娇美人图中的美人怎么不见了？完了完了，这是掌柜最喜欢的一幅画，所以放在天字号客房。月娇美人图毁了，掌柜肯定得大发雷霆啊！最喜欢的一幅，怎么不自己珍藏起来，反而挂在客房之上？这个我也不知道啊。但是我得去告诉掌柜一声。圣僧，您且别走。掌柜的，美人儿，我的美人儿，美人儿啊，美人儿，闪开！
美人儿，我的美人儿啊，美人儿！贫僧懂一点丹青，重新画一幅给你，作为补偿。画，和尚，你见过绝色吗？你可知这画中的女子乃是世间少有的绝色？你拿什么画？绝色？贫僧怎么没见过？店小二，笔墨伺候。哎，讲人间绝色，我不仅见过一个，我还见过两个。圣僧的丹青功力绝了，连我这种粗人看了，一种悲怆之心油然而生，仿佛与画卷中人形成了共鸣。红妹，他若是能够回头让我看一眼正面，那该多好！是，画中之人不过虚妄，还不醒来？哎呀，圣僧，这世间竟有如此这般绝色吗？画中女子乃是贫僧想象出来的，世间并无此女子。难怪呀，这世间哪会有如此美丽的女子啊！也罢，让我能看一看画中的，我也知足了。哎，没画完，我在添上几笔。哦，这个女子背影没有双脚，先生是要为她画上双足吗？没错，无足容易成为鬼灵，有脚方能脚踏实地。这为何要画上念珠啊？你早年爱妻亡故，思念成疾，寄情于月交美人图中的美人之中，怎料美人因为你的执念成瘾，而且是一个邪灵，她蛊惑你，把画卷挂在客房之中，让她饱尝了住宿客人的精气神。掌柜，我说的可有错？掌柜的，圣僧救我呀！贫僧念你思念亡妻，只因画灵蛊惑，才犯下过错，所以不对你大惩。不过，你想要清除业障，还需要多行善事才行。另外，阴山之中有一座寺庙，名为慧明寺。掌柜的，你若是有心，可与李员外一起出资，修缮寺庙，延续香火。这阴山，阴山中的魑魅魍魉早已被贫僧超度，如今的阴山之中，可比你们青鱼镇还要干净。哦，哎呀，这上香礼佛乃是应当之事，改日我定当与李员外一起出资修庙，消除自己的业障。阿弥陀佛。施主，修庙和上香不能够替你消除过多的业障。啊，这上香礼佛难道不能消除业障，给自己积点阴德吗？这与我们所理解的常识不符啊！想要消除业障，积累阴德，还需要多行善事，多存善念。贫僧让你上香礼佛，只因慧明寺中供奉的老和尚，乃是我的恩师。这是为了了结你我之间的因果。我的恩师慧明禅师，他曾在阴山的古刹破庙坐镇数十年，防止阴山老鬼出来作乱。若非是他，青鱼镇早已不复存在。如今恩师圆寂，我只想青鱼镇的百姓记得他，为他续一点香火。哎呀，圣僧与慧明禅师大义呀！
我在月娇美人图中为女子倩影添加双足，让她不易成灵。日后你睹物思人，经常观看月娇美人图时，也不会因为执念让画中人成灵。好，阿弥陀佛，善哉善哉呀！哦，作为补偿，贫僧画的这幅伏虎罗汉图便赠予你。图中的伏虎罗汉，睡能守财气，醒能镇妖魔。你把它挂在客栈的厅堂之中，能够驱散之前因为化灵所吸来的邪祟妖气。好。这圣僧真乃奇人呐，和我所认知的和尚完全不同。何止不同啊，简直是离经叛道！哪怕是俗家弟子，也不像他这般。这怎么说啊？先不说吃肉喝酒，寻常和尚哪能画得出这样的绝世美人？他定是心中有美人，才能画得出美人。哎，重情重义，哪怕是俗家弟子，那也是有大才的。哎呀！圣僧，这是要去哪儿啊？化缘。哦。老爷，要不要请昨日的圣僧过来看一看，能不能解决少爷的病症啊？什么圣僧啊，不过是沽名钓誉之辈。这紧要关头啊，还是要相信枯玄道长的。你备好饮料，赶去客栈，快把圣僧速速请过来。哎，你们这样做，惹恼了枯玄道长，可别怪我没提醒啊。哎呀，夫人呐，这都什么关头了，还来在乎这个？枯玄道长不在，我怎么忍心木轩受苦啊？来福，快去快回啊！是，老爷。去！圣僧，圣僧，圣僧，您去哪里啊？贫僧开了法眼，知晓因果善恶，料到今晚李员外会让你来找贫僧，贫僧不忍看着李员外爱子受苦煎熬，所以提前上路，正巧碰到你。哎，少爷确实病情加重了。老爷听闻您今日在镇上广布善缘，相信了您的本事，这不便让我快马加鞭来请圣僧您。希望圣僧不要介怀昨日之事啊！昨日之事，乃是因果之中的一环。况且贫僧还没有小肚鸡肠到这个地步，介怀于一件小事。走吧，我要让李员外和他的爱子等齐了。对，圣僧，我们快走吧。哎，圣僧，您骑乘这匹宝驹吧。你的宝驹还没有贫僧的脚程快。啊，圣僧真乃神人也啊！老爷，阿福，你没把圣僧请过来啊？难不成他还怪罪我昨天驱赶他的事情吗？老爷，圣僧这不是来了吗？圣僧，他就是个沽名钓誉的和……好帅，好生俊俏的和尚，可惜呀，出家当了和尚。圣僧，快看看我儿墨轩的怪病，你要是能治好他，别说是黄金百两，就是倾家荡产我也愿意啊！李员外，你儿被种下了业障瘤。业障瘤？那是什么东西啊？业障瘤，顾名思义，即是业障深重，在凡人体内病变发生的恶毒之物。这怎么可能？我儿墨轩从小虽说不是吃斋念佛长大，那也是文质彬彬的书生啊，
平日里连蚂蚁都不会踩死，怎么可能业障深重？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所以说，不是他业障深重，而是他的至亲之人业障深重。什么和尚，妖言惑众！你说谁业障深重呢？哎，阿弥陀佛，我虽然是俗家弟子，但从不打妄。坐下！快把墨轩捆绑起来！不用，子同拨于众万军，镇邪镇恶，镇妖魔。圣僧，这是拨于原为和尚化缘之物，承载于因果，因果可轻如鸿毛，可重如泰山。好了，说出你的事情吧。夫人，你跟阿福等人一同下去，门口守着，没我的命令，不许任何人进来。老爷，还有什么是我听不懂？这都什么时候了，没时间由你耍小性子。阿福，把夫人带下去。是，老爷。夫人，得罪了。得罪了？什么意思啊？你放开我！李富贵，我肚子里有你的骨肉，你竟然敢这样对我！不就是那个死掉贱人的儿子吗？管他做什么？我肚子里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啊！敢这样对我，我不活了！我要把肚子里的骨肉一起撕给你看！圣僧，贤内让你见笑了。阿弥陀佛，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李员外，你讲便是。我原本以为不会再提起这段过往，会带着这个肮脏的秘密一同葬入地下。没想到人在做天在看，终究是因果轮回，报应不爽呢。说来话长，我年轻的时候正是兵荒马乱的年代，百姓苦不堪言呐。施主还请长话短说，直接说重点。简单来说，我以前做过强盗的行当，但我没杀过人。你的同伴没有杀人，手上没有沾染鲜血，没有杀人的强盗也是强盗。你没有劫富济贫，却和这些强盗同流合污。你自以为自己是出淤泥而不染，不曾想过自己只不过是50步笑100步而已。这个业障流该长在我身上，长在我身上。李施主，还请继续讲下去吧。再后来，我遇到了一名高僧，受高僧点化，我不做强盗了，我带着积蓄来到青玉镇经商。你可知道为什么那名高僧会点化于你？不知道。因为你是9世善人。9世善人？你本该修满10世功德，下辈子将会投胎成为一名佛门大能，修成正果。只可惜有人眼馋9世善人的灵魂，坏了你的因果。那圣僧可知是何人坏我因果，毁我功德呀？9世为善，1世为恶，仍然前功尽弃，自然是把业障流转嫁到你儿子身上。是谁给你布置？五鬼搬财局。圣僧，你识得五鬼搬财局？佛本是道，殊途同归。你的宅邸里藏了5只恶鬼。贫僧就算再愚笨，难道还猜不出来吗？你说我的屋里藏了5只恶鬼？很吃惊吗？青鱼镇妖气冲天，是你家藏的五鬼所为，而你借助五鬼所带来的财运，发家致富，越来越有钱。天道自然认为是你养的鬼，便把业障流加在了你的身上。这怎么会这样？你是9世善人，有9世功德护体，自然长不出业障流。那个指点你布置五鬼搬财局的人，只需使用一点稍微的手段，便可把业障流
转嫁到你至亲之人身上。酷玄道长曾告诉我，五鬼运财是无害的。正常的五鬼运财局请的是5大阴将，略微改变一下财运自然无害。但这个酷玄道长请的是5大恶鬼，你觉得无害吗？哎呀，这求求圣僧，救救我儿，救救我儿啊！我罪孽深重，死有余辜，我儿莫宣是无辜的。先解决这5只恶鬼再说。区区5只小鬼，见到贫僧竟然不逃，好生大胆！我们来的小和尚，逃什么？我们不仅不逃，我们还要吃你！我们还没吃过和尚肉，今天可以尝一尝。杀了他！老规矩，先下手为强，抢得多，吃的多。 5只小鬼，鼠目寸光，胆大包天。今日，贫僧便让你们见识一下，何为佛法无边，天外有天。现在想逃，贫僧蠢了吗？堕落夜池！恭喜宿主，诛灭五鬼，总共获得修炼值2000点。五鬼已灭，魂魄归来。李员外还不回神？这方才是，正是为你聚财的五鬼。长久以来，我居然依靠这种邪恶的东西发财，我正常无害的五鬼运财局，只能稍微改变财运。哪里有这么邪恶的五鬼搬财，为你带来极大的财运，财源广进。李员外的生意做到了青鱼镇了，仅仅以青鱼镇，如何诞生李员外这样的大富豪？圣僧，我若知道五鬼运财是5只恶鬼，这万贯家财，我要之何用？我弃之如履啊！现在还不晚。不晚吗？哦，我知道了，黄金100两，修缮寺庙，塑祭身，取香火。那只是了我因果，你剩下的钱财可以用来行善积德。李员外，你是9世善人，阳寿悠长，用来行善积德的时间还很多，足够偿还业障，积德行善。圣僧放心，你的每一句话我谨记在心。好了，现在先解决你家公子的业障流，然后把造成这一切的始作俑者酷玄道长绳之以法。李员外，你家可有偶？哦，有的。阿福，你去厨房看看有没有藕，全都拿过来。是老爷。除去藕，还有香油，以及1盏灯。那圣僧，您佛法高深，难道不能直接去除墨轩体内的业障流？为何还有灯盏、香油以及藕呢？业障乃天道降下，如若只是死人的业障，自然好消一些，贫僧用往生咒超度即可。李墨轩施主乃是活人，自然无法使用往生咒超度。至于香油、灯盏以及藕，一会儿你就知道了。老爷，厨房的藕全都找来了，不算多，也不知道够不够。圣僧，你看这些藕够吗？足够了。圣僧，这是……众生皆烦恼，烦恼皆苦，烦恼皆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有形者生于无形，无能生有，有归于无，境有形生。哎，老爷，你看，这样好了。哎呀，圣僧高明啊！圣僧佛法无边呐！别急，贫僧还没有开始呢。李墨轩的生辰八字。我儿的生辰八字是9月初7。
这是。圣僧，要是没有头发，或者头发太短怎么办啊？哎呀，你不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巴。没有头发，便用棉线蘸取他的血液。李员外，借你一根头发啊！只要能救墨轩，别说一根头发，多少根头发都行啊！你说的啊？看那边。这么多头发，应该够。啊！老爷，你看，你快看，这。业障乃天道降下，贫僧便替天行道，让业障流出来。此乃业障流本体。没想到业障流如此顽固，施展灭定业咒未能轻松勾出业障流，莫非是贫僧佛法不精，没能发挥出灭定业咒的精髓？有人从中作梗，定是那个枯玄道长。什么人敢不知死活，敢动贫道部下的局，给他点颜色瞧瞧。是黑白黄青，五鬼听令。怎么没有反应呢？五鬼听令。五鬼死了！小小青玉镇，难道来了什么厉害的家伙？哼，管他是什么人，敢惹贫道枯玄，让他死无葬身之地！哼！天尊有命，孽龙显形，听我号令，斩！那是古玄道长送给墨轩的玉佩呀！天哪，是龙！龙，好可怕的妖龙啊！哎呀，这是枯玄道长豢养的真龙啊！真龙显威，就要收服这个妖言惑众的假和尚了。区区孽蛇，雕虫小技，也敢班门弄斧，大为天龙！哪里走？剑兰袈裟护体，是自在王佛印，元神出窍。范和尚，我是玄仙正宗弟子，你不能杀我！道门败类罢了，贫僧便为你师门清理门户。司徒律，真以为贫道怕你不成？在天魔宗四大护法之一，天罗尊者座下使者，你敢杀我？有何不敢？
恭喜宿主击杀枯玄道长，获得修炼值24000点。天罗青金，这圣僧这是怎么了？为什么突然不动了呀？哎，圣僧，方才的红龙被贫僧消灭了。不可能，那可是枯玄道长豢养的真龙，就凭你的三脚猫功夫，能消灭得了真龙？阿弥陀佛，贫僧不仅灭了孽龙，更是打死夫人的情郎枯玄道长。你情郎，你说什么呢？你个臭和尚，你少血口喷人啊！夫人，这怎么回事啊？老爷，你别听这个臭和尚的话，他这是要挑拨我们夫妻两人的感情啊！哼，是这样吗？天地良心啊！我为你10月怀胎，快要为你生个孩子，你怀疑我！李富贵，你个杀千刀的没良心啊！阿弥陀佛，李施主，这本是你们的家事，贫僧不想过多掺和，但贫僧深知男人的苦，不忍看你被蒙在其中，所以多嘴告诉你一句：妇人腹中的婴儿不是你的亲骨肉。什么？你个死和尚，你个臭和尚，我要杀了你！你血口喷人！不得无礼！女施主，你当真以为枯玄妖道会真心对你？他先是接近李员外你，以假的五鬼搬财，使李员外替他豢养五鬼，博取你们的信任和尊重，同时以五鬼害人，增加李员外你的孽障。顺理成章，枯玄妖道稍微使用了一点小手段，让令公子长了业障瘤。女施主，至于你肚子里的孩子，你猜一下会怎么样？会怎么样？枯玄妖道会在你即将产子之际，将五鬼融合，借你胎中婴儿复生，降临世间。届时，他将获得鬼煞魔童，当做自己的儿子，带回天魔宗栽培。至于你，鬼煞魔童若是想更凶，在他出生的那一刻，便会吞尽、吸取女施主你的所有生机。来人，把这个女人带下去，稍后再处理她的事情。老爷，当魔童降世，令公子的疯癫达到极点，劫难将会全部降临到你的身上。哎呀，幸亏遇到圣僧，否则我李某人最后恐会落得家破人亡的地步啊！是我有眼无珠，前几日圣僧第一次来化缘，我还命家仆将圣僧赶走，别说是黄金百两，就是倾家荡产，李某人也愿意啊！李某人给圣僧谢罪了。阿弥陀佛，此乃人之常情，贫僧理解。当务之急是要先解决令公子体内的业障瘤。好，李施主，头发上的因果不够，还请你滴几滴血在偶人的头上。好。青灯照古佛，缘来缘去缘生灭，给贫僧断！
爹，爹，我儿，少爷，我儿醒了，醒了，没事吧？啊，爹，其实方才的意识一直是清醒的，只是行为不受自己控制。好，醒了好，醒了好啊！好了，贵公子的身体虚弱，需要调养几日，方可恢复元气。虽然贫僧瞒天过海，拔出了业障流，但施主你身上的业障还在。日后若不多多行善，未来令公子身上必定还会再长业障流。好，李某人以后一定吃斋念佛，积德行善。善哉，善哉。对了，李员外家可有扫帚？能否借贫僧一用？好，来人，来人，给圣僧拿一把扫帚过来。圣僧哪能让您扫地啊？这样的粗活让我来干嘛？众生平等，一房倘若不愿扫，何以扫天下？今天的地没扫，奖励还没有拿呢。圣僧，这乃圣僧啊！恭喜宿主获得下品佛宝3品宝华莲台。圣僧，既然恶果已除，尘埃落定，贫僧就先行告退了。各位施主，天色已晚，还请早点休息。阿弥陀佛，多谢圣僧出手相助，我一定会带领村民修缮惠明寺的。无事，以后惠明寺香火不断，发展起来，青鱼镇会越来越好的。好，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姐姐，今天山里面来了好多人啊！你说小和尚下山那么久，到底去干什么了？哼，谁知道他干嘛去了？没良心的，走之前也不知道跟我们说一声。害得我们姐妹2个一起为他担心。姐姐，我可没有担心小和尚，我看呀，是你一个人胡思乱想了吧？谁担心他了？姐姐害羞啦。哎，姐姐是不是害羞啦？击杀枯玄妖道获得的修炼值，加在修为境界上，加上扫地获得的那些修炼值，全加在一起后，竟然达到了舍利境后期。再进一步，就是佛光境了。初雪，彩成，小和尚，你还知道来找我们？姐姐，小和尚那么忙，哪有空来找我们呀？你个好妹妹，现在老是跟我唱反调是吧？看打！初雪，彩成，贫僧今日来，是想了结你们的心愿，然后超度你们。小和尚，你要了我的心愿，你知道姐姐我的心愿是什么吗？彩成能力强大，心愿定是不凡。难道你想要当女帝？错了，姐姐生前的心愿就是嫁给一个好男人。小和尚，你能实现吗？你要是人，我肯定娶你。可惜你是鬼啊，也不能生娃，我总不能绝后吧？你个小和尚还嫌弃我了？你若不能实现，还夸下海口，说要帮我们完成心愿，还要送我们投胎转世。哎呀，姐姐，
小和尚，你别怨姐姐，姐姐啊是刀子嘴豆腐心。就算我们不能婚嫁，但是也可以相伴你左右。嘴上花头不少，我才付出一点实际行动，你就脸红了？你个小和尚！刚才说你们是鬼的话，是我开玩笑的，我自有安排。说什么安排？还没见过和尚牵女孩子手的。你没见过多了去了。等我还俗，喝酒吃肉，无世人再敢治鬼。闹归闹，心愿还是要了结的。心愿是执念，了却执念，方可踏上大道。人妖殊途，实乃天道。哪怕我还俗，我们还是无缘。那我们就做个女菩萨，也能永远陪在小和尚身边。你们的心愿或者执念是什么？我说了呀，姐姐，我的心愿就是嫁给一个好男人。我和姐姐是燕国忠臣良将之后，因为被奸臣迫害，所以逃到了这里。所以，如果可以，我想回到自己的家乡，给爹娘上炷香。我同聂妹妹是同乡，想当初，爹爹与聂伯伯是同门关系，一起入朝为官，没想到被奸臣陷害，被那昏君满门抄斩，株连9族。若非此前被血叉和阴山老鬼所束缚，无法离开阴山，我早就飞到那燕都皇宫，找那昏君与奸臣报仇去了。你们两姐妹躲进伞里，一同跟我上路吧。佛门昌盛，善男信女众多，为何燕都上空却是妖气冲天？好重的妖气！藏在佛寺庙宇中的大妖魔，修为恐怕远远超过了阴山老鬼。修为道行，至少在3000年以上。这个妖孽害人不浅。一个假和尚敢出来以佛法害人，找死！普渡慈航好大的口气，就让贫僧会一会，到底是何方妖孽？我们禁地，不得其他假和尚擅闯。大胆的是你们，区妖孽，胆敢冒充佛门中人，还敢班门弄斧！哼！原来是一些重制成精，也敢冒充佛门护法，阻拦贫僧，好生大胆！快！擅闯佛门圣地者，杀！此乃普渡慈航圣僧的道场，你敢放肆？我们一起杀！抓住他！普渡慈航圣僧必定会大大奖赏我们。恭喜宿主击杀蜘蛛精，获得修炼值100。恭喜宿主击杀跳蚤精，获得修炼值80。恭喜宿主击杀蜈蚣精，获得修炼值200。好狂妄的妖孽，把满朝文武官员尽数掳到了这里。这是哪儿来的野和尚？这是燕国圣地，非朝廷五品官员不得入内。快从这里滚出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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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胆妖孽，借助肉躯假扮朝廷大臣，干涉朝政，祸害人间，
让燕国民不聊生。贫僧一眼便看出你们不是人。左手无意，一起出手，降服这叶和尚。嘎滴嘎滴波罗嘎滴波罗僧嘎滴菩提萨婆诃，嘎滴嘎滴波罗嘎滴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可惜，此等大神咒尚无咒，吾等等咒，在你们这些孽障的嘴里根本没有任何威力，班门弄斧。看我收了你们！我为天龙世尊地藏，般若诸佛，般若八魔空，自通不语，给我收！救救我！自通不语，回来！这些满朝文武的肉身，早就被掏空操纵，成为了所谓的奸臣。可恶的普渡慈航，到底造下了多少孽障？但他竟然不在寺庙之中。岂有此理！恭喜宿主获得修炼值300。等到把魑魅魍魉、妖魔鬼怪、污秽脏物全部烧干净，这些火焰会自行熄灭。现在先去找那孽障，3品宝华莲台。活该！最有应得！国师大人，时间已到，您看，消灭逆臣贼子，为国为民。国师心系百姓，功德无量啊！时辰已到，行刑！傅大人，我知道您是一个好官，但是没有办法，我只能听从上级的命令行事。所以您冤有头债有主，死后不要找我。刀下留人！走，快点放开我爹爹！糊涂啊！这谁呀？这清风月池，你们怎么能来劫持刑场？是让世人觉得傅天仇有罪未死吗？他们都该死！傅大师，不用怕，我是昆仑派弟子知秋一夜，是随你女儿一起来救你的。王天虎，你率领士兵镇压这群乱臣贼子。是，大人。逆臣贼子休想救走囚犯！我乃修仙之人，从不打凡人，别逼我动手！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傅天仇，你等乱臣贼子，祸害苍生，一律有罪，还不快快伏法，皈依我佛！大胆妖孽，光天化日之下，竟敢妖言惑众，惑弄众生！你若能够普渡他们，便把贫僧一同度化试试。咋回事？怎么了？好可怕！发生什么事了？我甚至准备自我了结了。对啊，我也一样。还好你们都醒了，否则我一个人根本对付不了那普渡慈航。你们快看，有一个圣僧降临！天哪，好帅呀！哎呀，他刚才好像说普渡慈航是妖孽。我也不清楚，但普渡慈航怎么会是妖孽呢？是啊，怎么会？就是你！我道是谁？原来又是你这孽障！一缕残魂逃亡到此地，竟敢吸取燕国众生的精气，夺取燕国的气运，供自己恢复法力。南无阿弥陀佛！西天如来法驾在此，你乃何方妖孽？佛祖面前
还不快快显形！如来佛祖！天哪！佛祖！厉害的妖孽，连如来佛祖都跟假扮！拜见西天如来佛祖！我们赶快膜拜如来佛祖，还是普渡慈航圣僧厉害，连如来佛祖都能请来。如来佛祖都发话了，看来他们才是妖孽。阿弥陀佛，大胆妖孽，竟敢冒充如来，看贫僧不打得你原形毕露！哼！如来法座在此，还敢放肆，看本座收了你！管你是真如来还是假如来，大为天龙！大为天龙，世尊地藏，般若诸佛，般若八万吽，飞龙在天！天龙真火！你哪里走？大为天龙大罗法咒，般若诸佛，般若八万吽，出天！哪里走？天罗地网，收！呀！无量天尊，慧明寺的悬空大师，实在是太厉害了。还是让他给逃了。看来这段时间，他的修为不减反增。哇，天哪！普渡慈航居然是个大魔头！我们都被骗了，多亏白衣的圣僧让普渡慈航原形毕露。白衣圣僧才是真佛，对，我们应该拜他呀！圣僧降临，佛在世，圣僧保佑！阿弥陀佛，五岳每日上香拜佛，每日上香拜佛，供奉圣僧，供奉圣僧。陛下，事情就是这样。本王若非一国气运加身，天命护体，早就被普渡慈航这个妖僧给害了。哼！至于你说的圣僧，本王要亲自去请他，更要重重的奖赏他。圣僧降临，活佛在世，求圣僧保佑我们。南无阿弥陀佛，我愿每日上香拜佛，供奉圣僧，供奉圣僧，供奉圣僧。父某谢过圣僧救助之恩。悬空大师，您太厉害了！方才那妖孽少说也得3、5千年的修为，不如事后您跟我上峨眉昆仑探讨一下修为如何？阿弥陀佛，贫僧刚入佛光境，正有一劫，等贫僧度过此劫，定上昆仑峨眉。既然如此，那我就先走了。他日我们有缘再会。不知傅大人接下来有何打算？如今我已是囚犯之身，而且还让我的2个孩子为救我冒险。我本想以血见自身清白，没曾想能够活下来。这将来的打算我还没有想好。既然傅大人没有打算，不若与贫僧一起进宫面圣如何？圣僧，你要见皇上？准确来说，是皇上想要见贫僧。皇上驾到！皇上您慢点儿。哎呀，圣僧乃是真如来啊，料事如神，父某佩服。贫僧猜测，皇上见了贫僧，会请教3个问题。就连皇上想说什么问什么，你也能清楚。阿弥陀佛，贫僧也只是猜测。皇上若是问了，便是明君。傅大人也可以继续辅佐皇上。若是没问，傅大人便可以安心告老还乡，过个平稳生活。这是给我指了一条明道啊！多谢圣僧，拨开青天迷惑，为青天指点迷津。不必谢我。您若是能为百姓谋福，贫僧也是功德一件。若能被皇上重用，父某定为百姓谋福。
皇上驾到！皇上，阿弥陀佛，小王见过圣僧，多谢圣僧恩德，消除妖孽，解救我燕国于覆灭之际。陛下多礼。贫僧行走世间，见到妖魔鬼怪行乱，祸害百姓，贫僧也是愤懑不满，降妖除魔，实乃本职。圣僧降妖除魔，那也是出生入死，冒着生命危险。哎，哪来本职一说呢？罪臣负青天，参见陛下。快请起，快请起。是朕无能，让普渡慈航这妖僧把持了朝政，爱卿受苦了，爱卿受苦了。哦，此处并非讲话之所，还请圣僧移驾至小王宫中。也好。哎呀，圣僧手段果然高明，小王还是第一次在天上看自己的领地啊！陛下第一次看自己的领地吗？啊，既然如此，贫僧便自作主张，带着陛下巡视一下燕国。如此甚好，没想到小王也会如同神仙一般在天上巡视自己的大好河山。哎呦！怎会如此？圣僧，朕的大好河山怎会如此眼前这般满目苍痍的景象？阿弥陀佛，陛下若是问我，不如问一下自己的子民吧。本王的，小王的龙袍呢？龙袍还在，只不过是区区障眼法而已。各位施主不必惊慌。现在，便让贫僧带你们去了解第一个问题的答案吧。哎呀，这里是微臣的家乡啊，也是100年之前被满门抄斩的宁大人、聂大人的家乡。这里可是被誉为忠诚良将之乡啊。旅途劳顿，贫僧来请各位施主喝一杯茶水吧。圣僧，您上午怎么跟空气一样，唰的一下就消失了？下午又带了这么多客人。贫僧带几位施主来喝杯茶水。啊，里面请，里面请。二位先生也请落座吧。上午的时候，贫僧去刑场营救傅大人去了。啊？圣僧救赎傅大人了吗？刑场官兵众多，要救出傅大人，实属千难万难。唉，可惜百姓又少了一个好官。官兵众多，不过好在傅大人还是救了出来。是吗？唉，可是救赎傅大人也没什么用啊。为何没用？但说无妨。现在朝廷里边，臣是奸臣，君呀是昏君。你说傅大人侥幸活下来，又有什么用啊？施展不开拳脚。大胆！你胡说什么呢？你可知道眼前之人？我却不晓，又没说你，说的是奸臣和昏君。来，喝点茶水，消消火气。来。我说小二，为何你这茶水之中连一片茶叶都没有？茶叶？
有水喝就不错了。这要是碰上干旱的时候，连水都没得喝呢。小王本以为普渡慈航丢下的只是混乱的朝纲，一个烂摊子而已，可没想到他丢给本王的却是个早已变得满目疮痍的江山，处于崩溃边缘的苍生啊！看来第一个问题，陛下已有了答案。小王请求圣僧解救黎民百姓。陛下，江山是你的江山，百姓也是你的百姓，贫僧如何解救？小王，愿意封圣僧为国师，为圣僧修建480座寺庙，每一座寺庙都堪比普渡慈航寺一样雄伟壮丽，还可让全国上下千万百姓信仰圣僧。如此一来，可否救国？陛下，信佛救不了国。这圣僧此话怎讲？阿弥陀佛。燕国因为此前普渡慈航，祸乱朝纲，积贫积弱。如果这个时候大兴土木，全国修建寺庙，只会雪上加霜。这都怪本王错信了奸佞。倘若众生信佛，每日只会吃斋念佛，谁来生产？谁来经商？谁来生儿育女？信佛可让人心存善念，但绝不可能让人身强体壮，发家致富。圣僧为佛，却能根据实情言众生不能全都信佛，此等境界乃其他圣僧神僧望尘莫及啊！傅大人谬赞了。那请问圣僧，小王该如何力挽狂澜，救天下之将倾呢？粮食乃民生之本，陛下可以减轻赋税，鼓励生产，结束那没有必要的战争，放将士回归田地。朝廷之上，陛下需轻小人，重良臣。好，今日起，小王以圣僧为师。贫僧愧不敢当。圣僧徐长生，借我燕国大恶，功在千秋。今日小王特赏黄金万两，并册封为我大燕国师，尊号南无大威天龙尊王佛。这……圣僧先不要急着拒绝。首先，这黄金万两，由于国库亏空，所以只好先欠着一部分。待来日国库充盈之时，小王定将黄金万两全部补齐。那圣师神僧也不过是一个称号，一个名头，也并不过分。再有，那普渡慈航寺也已然建成，无需大兴土木。若是将其拆除，也实属可惜呀。所以小王想，还是赠与圣僧，也好让圣僧有一个落脚之处。同时，我燕都佛学昌盛，百姓们也需要一个信仰寄托呀。大善，陛下实乃一介明君，燕国崛起之希望。傅大人，你可以安心辅佐陛下，恢复燕国的实力。多谢圣僧救我性命，多谢圣僧为我指明道路。等到满朝文武百官全部重新选拔完成，朝廷机能恢复后，贫僧便会离去，继续游历。南无大威天龙尊王佛，保佑我高举状元。天龙尊王佛，保佑我！我想要生个儿子。王佛在上，请保佑我一生平平安安，岁月无忧。
小和尚，这是什么呀？还用说，肯定是某种甘霖玉露了。哦，错，这是众生的念力。念力。我听见这紫铜钵盂中好像传出了嘈杂的声音。没错，正是如此。佛修提升修为，大致分为3种：心力、愿力、念力。念力则是需要众生的信仰。佛修3力之中，也是提升修为最快的一种方式，但也有很大弊端。还有弊端啊？念力是有众生的欲求，虽然磅礴，但也驳杂，所以这段时间，众生聚集过来的念力，我没有吸收，而是全部储存在了紫铜钵盂中净化。蔡成，出去。今日我们收拾一下，便要离去了。圣僧，圣僧，还请圣僧救一救燕国。傅大人，快请起！到底发生什么事了？蜀州瘟病横行，时辰10里，而且这瘟病还在扩散，怎么医治都没用啊！恳请圣僧救一救蜀州的黎民百姓。傅大人还请放心，贫僧正要离开燕都，目前不知去往何处游历。如今蜀州瘟病严重，贫僧自会前往蜀州一探究竟，解决瘟病的问题。圣僧慈悲心肠，父某替蜀州的黎民百姓谢过圣僧。好了，傅大人不必多礼，你在燕都可以放心辅佐皇上，蜀州之事交给贫僧解决。当务之急，瘟病不可拖延，贫僧即刻出发。傅大人，还请先回吧。知秋一夜所说的峨眉山，似乎在蜀国。如此想来，蜀州爆发的疫病，可能并非偶然。因果混沌，难以看清，但知道蜀州乃我劫数所在。乌云深处显现浓烈血光，预兆我有血光之灾吗？好香的小和尚呀，给我尝一口什么味道？就一口。敢觊觎小和尚，找死！我现在心情不好，惹我，灭了你！惹我，灭了你！就凭你们，也敢打贫僧的主意？我有舍利一颗，照破山河万里，佛光普照。真搞不懂姐姐，这些凡人到底有什么好救的？我和姐姐一心向善，只为了修成正果，还不是被金山寺的老和尚一路追杀至此，逼迫到了这燕国蜀州。我和姐姐明明就是被观世音菩萨点化的，可是那该死的老秃驴偏要使我们妖言惑众。我好像心动了，我好想像人一样体会一次什么是爱，什么是情。是个和尚，还是一个佛法精进、修为真至佛光境的和尚。糟糕，他要上岸了，我好像不是他的对手。圣僧到了。圣僧，坐我的船是小老儿的福分，令乌篷生辉呀，岂能收取圣僧的船钱？乘船付船钱，这是因果，贫僧怎能贪图如此便宜？船家，你收下便是，贫僧也能心安理得。好。
年的旧疾竟然好了！哎，哎呀，多谢圣僧啊！方才坐在这里的青衣女子，是一蛇妖，须弥大世界，似是而非。瘟病严重，百姓身处水深火热之中。先探明情况再说吧。姐姐，我跟你说，小青，瞧你急的，差点碰倒我的药壶。我们是人，遇事要沉着冷静。我们是人，遇事要沉着，遇事要冷静。姐姐，我动凡心了，我爱上了一个人。小青，我们要学的是如何做人，而不是学像人一样，整日想一些情情爱爱的事情。不过，爱上一个人，懂得如何去爱，倒也不错。说吧，是谁？是一个小和尚，一个佛光镜的小和尚。什么？你爱上一个和尚，还是一个佛光镜的高僧？姐姐，你不是说遇事要沉着冷静吗？还沉着冷静？姐姐都要被你吓死了。小青啊，小青，你说你生性顽劣不谙世事也就算了，怎么能爱上一个佛光镜的高僧呢？那姐姐，你说我该怎么做吗？我现在该怎么办吗？你修行不过1000年，定然不是那佛光镜高僧的对手，所以你要远离他，有多远离多远。可是姐姐，我好像真的爱上他了。很奇怪，我竟然一点也不害怕他，哪怕他把我收了，我也心甘情愿。我有4000年的修为道行，不怕一个佛光镜的和尚。你把他的样貌给我描述一下，姐姐去试探他一番，看看他到底。小青，不会是那佛光镜的高僧随你到此处来了吧？我离开水榭之时，他好像确实是快上岸了。以他佛光镜的修为来说，一路尾随我的话，找到这里确实是不太难。女菩萨，求求你，救救我的孩子吧！是镇上的病人，快随我去看看。女菩萨，你救救我的孩子吧！救救他！是瘟病。小青，快去拿一碗刚才煎好的药汁。好。走。女菩萨，求求你一定要救救我的孩子！我们是从临镇来的，我身上就剩这点盘缠了，求求你一定要救救我的孩子！我能吃苦耐劳，只要能救救孩子，你让我做什么都可以。夫人放心，我一定会尽力救回这孩子的。姐姐，药。小青，你去厨房拿一些馒头给这位夫人吃，他们从临镇来的，估计饿坏了。女菩萨，谢谢你，女菩萨，谢谢，快起来！求求我还不想死，慢点，救我！根本不是什么瘟病，而是尸毒。好痛！看来不是普通的尸毒，要想根治，还需找到尸毒源头。不过万字佛印倒是可以缓解他们的病。我传你们万字佛印，
你们在镇上，逢是见到患有瘟病的病人，你们一掌拍在他们身上即可。摊开手掌心，万次佛印加持。这就成了。这盾牌，我曾以佛力加持，可以抵挡佛光境、元婴境的强者攻击。你们说好。小和尚放心，我们肯定完成任务。你去忙你的，普通的魑魅魍魉，只有被我们姐妹打的份儿。小和尚，这是你的伞吗？好美丽的女子，容貌不输灵彩生、余孽初雪，但气质更胜。阿弥陀佛，正是贫僧的伞，多谢女菩萨。不必叫我女菩萨，我叫素素。竟然是白素贞，不知道白素贞此时来找我，到底是为了什么事情？小和尚，你看不出我的真身吗？贫僧自持佛法不弱，一眼便看出了女菩萨不是人。那你为何收你是吗？女菩萨怜悯蜀州百姓，受到瘟病困苦，在镇郊开设了一家医馆，不知无偿救助了多少病人。如此救苦救难的女菩萨，我为何要收？你怎么知道？贫僧先天佛体，开启了佛门六神通的天耳通，能听世间我想听之事。女菩萨倚仗4000年的修为，敢上前与贫僧搭话，倒是自信。我连金身境的金山寺老住持都尚可斗上一斗，还怕佛光境的小和尚你吗？不知白施主是否找到了救治这场瘟病的方法？我以佛心草、白月莲、黄芪、当归等草药入药，对瘟病的治疗很有效果，但依旧是治标不治本，必须要找到瘟病的源头，才能彻底解决问题。寻找瘟疫源头的事情，就交给贫僧吧。只是得了这场瘟疫的病人众多，还需要你们多费心。我和妹妹必定倾尽全力拯救苍生。我还有2个同伴可以帮助你们，也算多个人手吧。姐姐怎么还不回来？小青啊，小青，你喜欢谁不好，为什么偏偏喜欢上一个和尚呢？不管是姐姐受伤还是和尚受伤，我都会很伤心的。慢点儿，来。姐姐，你是女菩萨呀，救了这么多人啊！我能力有限，只能救一小部分人，拯救不了蜀州的黎民苍生。小青，小青，来客人了。姐姐，我在这儿。小青见过圣僧。小青姑娘多礼了。这就是小青姐姐吗？长得好漂亮呀。这些病人就暂时交给你们了，贫僧去寻找瘟病源头。万事小心。范心法眼，开！有人下了认知障，欲遮掩天机，隔断因果，雕虫小技也敢班门弄斧，这等幻术，妄想遮我佛眼，看我如何破了你的认知障！好大的因果，好重的业障，恐怕尸毒根源就在沧江的源头。
贫僧倒要看一看，究竟是何方妖孽，敢布如此大的局，祸害整个苍生！孽龙，尸毒竟来自这条孽龙，不过看起来为何有几分眼熟？这条孽龙有几分像在青鱼镇对付枯玄妖道的时候那块龙形玉佩的孽龙残魂。莫非眼前这个孽龙尸体正是那条孽龙残魂的肉身？紫铜钵盂，给我收！净流铁链拴住了孽龙肉身，是怕被这江水冲走这孽龙尸体，还是被人偷走？不管你什么目的，今天这孽龙我收定了。嗡阿扎巴扎那提，大智文殊师利菩萨，贫僧借剑斩妖魔。大胆秃驴，竟敢又与本座作对！今日定不饶你！拿命来！事不过三，之前让你逃过2次，今日必让你有来无回，下来服诛！嗡阿扎巴扎那提，文殊金刚宝剑印，去！大魔天罗，灭多少？范心法眼所看到的结束，正是这个。原来你借了天魔残魂的事，如果你记着如此，那你的大魔天罗灭佛手灭不了我。6字真言，万字佛印，大梵天圣手！大威天龙，入主大孽龙肉身！贫僧欲降妖除魔，拯救苍生，匡复正道，众神之力皆助于我，容孽龙身，让贫僧斩妖除魔。这条孽龙正是被天龙魔尊斩杀，本座不信，死了还能发起什么风浪？看本座今日如何擒龙！擒龙，贫僧的大威天龙，你擒得住吗？大威天龙也不过如此，本座胃口大得很，大威天龙我也照样吞！狂妄自大，蛇虫之躯，妄想吞龙，结局只会自取灭亡。怎么会？本座已经吸收天魔分魂，已是分身境的境界，怎么会被你一个小小佛光境的和尚打败？这不可能啊！没有什么不可能，在大威天龙面前，众生平等。文殊金刚宝剑印，秃驴，本座与你不共戴天，天魔大人救我呀！我恭喜宿主击杀血刹，获得修炼值100万点。100万点修炼值，天道无常，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没想到我不仅躲过了4劫，还获得了100万点修炼值。那先把佛光境中期升级到佛光境后期，再用70万点修炼值
升级易筋经到第9层。恭喜宿主，易筋经修炼至大圆满。温病源头已出，也该回去了。小和尚，你回来了。我们都准备去找你了，也不知道你调查温病源头怎么样了？无妨，温病源头已经被贫僧找到了。你们看这是什么？一条孽龙。莫非蜀州盛行的温病与这条孽龙有关？没错，我观这孽龙已死，却被铁链牢牢锁住，本欲收走，不曾想逼得那血煞现身，而且他得了天罗魔尊的助力。贫僧虽已灭了他，但恐已惊动天魔。没想到这疫病的根源竟是孽龙的尸毒，难怪这疫病的症状呈龙鳞状的尸斑呢。天龙魔尊将锁孽龙，到底是为什么？是有何目的？不管是出于什么目的，长生破了天罗魔尊的局，天罗魔尊肯定不会轻易放过他的。姐姐，我想要跟着长生，帮他度过此劫。多一个人，多一份力量。不知圣僧可否允我和小青一起追随左右，顺便学习佛法？也好，那你们一起来吧。